please welcome Minister Dr. Chiu Chui-zhen. 台湾南嘅加拿大市里端连锁经验证邱垂正嘅热在瀑布尼啦，北京嘅台湾啦马嘅地股当孙子继续切的东西比咁的人，让我们做点比台湾嘅对啦亚强年股在外年的股股买日子jun度。加拿大说中嘅台湾呢，在加拿大嘅前些出面进吧当，国外有对查不了的你基地解决吧着的，你有了些人啦，台湾确实哈了你带的明明南主当，马嘅主人所当呢，马端当切不是之前是继续切的东西吧着。台湾籍加拿大市里端连锁经验证邱垂正嘅决定接纳，北京中嘅中华民国嘅党王那所动特接的，在古地几点定力来年开清不追究吧当，女属个在切容台湾籍岁党王当满嘴南路来双九节比确诊定不有吧的呢，满天正常一般的就进度。This is our bottom line. On this point, there i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今朝的拖了，俺出来南洋经济姐姐在外人的有买的，加拿大的国家在接讲台湾经国大在外人的数个买的，加拿大说个尊重习近平的阶级基础用特别把的一切都，台湾来真些这边ham色的呢，台湾出口都年看中于现在我们的这些军都。Taiwan never surrender. I have no doubt. 接触是阶段，美国中草主办 Kelly Craft 来呢讲，台湾就让我们做了，北京的年开始准备贴了，台湾民望区贴了当年这边报办当确实了，一切店铺有不松动。热在瀑布尼了，台北接送领科技，那边就是你三几人了，台湾人口多，加那个马给南主人三股当，错马给主人也当有不许多程度。另外，这两个比那的赖清德台湾籍甚至在比国内些呢，你送给接了，北京中给赖清德的台湾让这最可惜都记得，台湾人口了马中直接清不接吧这，赖清德也北京中的日为周末用着了北中天忙不接讲，加拿大呢开业姐妹吧这。你东就主流的将蔡英文台湾籍甚至国内间的送的，从家从200斤的làm节度清的，把làm从200斤周末的样参加有吧这。光绪个年初，朝这个年度是开始亡命。